家好，歡迎大家收看福氣來咧，我係 Rita 林玉天。講到新竹，我嘅家鄉有河山、河水，還有青島嘅名人仙境哦。今日非常歡喜，喺呢節目當中，你要來欣賞你當台非常重要嘅水彩畫。呢水彩畫嘅畫家呢係蕭以邛先生。今日來賓咁係蕭以邛先生，冇佢哋天堂看嘅你今日嘅節目哦，佢當優秀嘅字體兵來到節目當中。你先來分享哦，首先來分享，有兩位呢，一個係學長，一個係學弟哈。先來介紹學長，來介紹賴喜川先生。你好，Linda 小弟哈，你又做當人玉天啦哈，各位觀眾大家好。係，嗰位呢，來介紹呢個係學弟哈，劉達志先生。Rita 你好，我係劉達志，我係新竹人送風法會嘅會長。嘿，哇！今日兩個來到了哈，你如同了蕭如松老師如臨現場哈。其實今日要請兩位來哈，除了帶了很精彩嘅畫作哈，有一隻好消息係同大家分享出冇？錯。蕭先生嘅畫作我來展覽了。係。哦，了解有安樣樣嘅機會呢？除了兩位係學生以外呢，家下又講到一隻重點，有充分嘅發揮哦。你一隻係創立，你嘅劉先生係創立嘅理事長，係冇？係。哦，該當時有冇有安樣嘅原因創立了發揮？是透過到學校咧哈，蕭先生其實教我哋要畫圖，佢也希望喺度行一擺也會畫圖，所以其實有隻希望你學生嘅差唔多大家做啲朝強下來強下畫圖，讓佢而家希望啦哈。很可惜嚟講，很後生唔曉得聯絡，先生對學生嘅同埋有聯絡，很學生嘅同學對同學，啲學長學弟是聯絡唔到。聯絡唔到。唔熟識啊哈。很到去到蕭先生佢過身10週年家下我是讀新竹文化局嚟辦一隻紀念嘅畫展。我是籌了差唔多9位同學，那家下要簽到9衫。然後劉先生誒是讀13個紀念畫展，所以家下我是簽到13個同學咧，所以基本上是有一隻新嘅。很聽日我是嗰簽很多嘅學生啊，很多嘅同學、學長學弟，同樣是籌一個是做了隻送風畫會，嗰是到明嘅2003年家下，家讓佢做上起來。哇！用上來19年嘅時間了哈。14年咧。哇！該東西你都有幫蕭老師來教嘅時間，你都有美術班啦哈。冇。寫一班夠重嘛，足動夠重嘛。嚇，所以你係學長，你係學弟，你都本來冇熟識。唔熟識。係因為你發揮。錯。哦，咁過2-3年你還有啲畫圖冇？冇，我是搞其他嘅，變做室內設計哈。哦，咁咪係藝術，咁咪愛畫圖咩？是老條都好朋友哈，同小講，發展有這個有多少人際關係啦？啊，是老條都有朋友哋哈，睇這個場下，我同我嗰陣停走，停喺盤地嘅發展啊，發展啊，咁明入步，所以了會是挺好嘅機會啦。因為蕭先生個性睇到哈，了會係天議會公開啲嘅會作，非常難得了啲嘅功勞哈，啲功勞因為大家視覺挺好，安尼了會下頭去開嘴，一橋萬橋人心，初心大白認真。當好誒，你其實要當到嘅畫作，大家蠻識看過嘅哦。因為你係天意擺公開添嘛，嚇。係，所以喺上戲內，你係理事長嘅劉先生嗬，你自己本身未有來畫圖？有，你係3萬多個畫。
咪叫我發水彩。水彩油畫通幫酒。哇！差唔多一陣都基本化咗啦。哎呦！基本化一禮拜。很會哦！哎，恁講我做藝術家係當愜意啊嗬，所以禮拜按算起來係大家都難得嘅做得看得到蕭義聰先生佢嘅了委作啦嗬。禮拜係了你嘅學長嗬，係來義聰先生嚟做策展人。講到策展人，呢時你真嘅慢來去走了哦。當到行政嘅事務嗬，該畫圖嘅人嗬，你學弟們是開始咧盡力發作，咁你自家是開始規劃法通，那規劃法通展覽幾多步伐？禮拜準備咧，佢教工人咧嚇，蕭老師教工人就提供30步步畫。那30步嘅畫，通常係水彩嗎？全部係水彩。全部係水彩。喺個有關於嗬，你客家人非常重點嘅，最近睇個項目非常響嘅。按照浪漫推三線。哦。所以兩位嘅重點咧是用在嗬推三線嘅風景畫作。當然還有差唔多都有其他種嘅主題嘅。你冇講專門上就好單調啦，好冇人生氣，所以有差唔幾波嘅咧其他方向嘅咁嘅畫作，入俾人點出。做得到兩年到提出個報告，兩位嘅畫作咧，主要攞頭擺冇強用啊，頭擺畫作咧，國家嘅藝文中心啊、文化局嘅展覽室哦，兩擺唔係。哦，點嚟展覽？我冇想到嘅，推提藝人腳動憤然。哦。但是當時七百兩隻畫展那些就是想講，你要提高你人民老百姓嘅生活水準。有部分咧係內心看唔到嗰種美感，呢種生活嘅美感啊哈，看這樣嘅東西，你咪啲好這樣樣，不然生活咪過得好好。嚇，你提一點是這樣嚟畫咧，按過程嘅藝術東西一樣，像是個出名嘅畫，一畫家嘅畫咧嚇，行入到一般平民老百姓嘅生活地位。係提一點。本大家隨手看得到。看得到。係，唔係講係許多嘅過去嘅乜嘅大畫廊，賣門票乜嘅都唔係，行平民化嘅路線。很提一點，當時咪青島推提藝人嗰些，開始到推提藝人嘅人獎佔人獎啦嚟體系，亦非常有觀念。佢講賴老師你點冇？藝術嘅東西，像音樂、像畫，你都按很好嘅作品咧。做得初心嗰度，心靈治療。哦，藝術治療。藝術治療，係一種醫學嘅方式。用電話我要談廣告，將係非常歡迎你啦，我就全力配合，所以一條慢條是人心，這是促進禮拜發通。好，禮拜發展其實展覽嘅地方嗬，都多誒。有5隻會所。5隻會所。但係主要嘅場景係到推提做動分人，要按導演做得起。個時間係哪時開始到？時間係由11月23禮拜4開始，到12月底。好，差唔多介兩年時間啦，嗬，幫大家好好嚟欣賞。講到咧藝術嘅資料嗬，你厲害咧歷史中劉太吉先生，劉先生你也很厲害，強用啲嘅畫圖，好貴州發揮大家咁有安樣嘅集體行動，大家悄悄強用，慢哪嚟出去畫？有啊，我當年有家會為台灣嗬，開大會嗰下是生意畫圖。哇！將來開大會到咱先生嘅嗬片狀咧，嘅風景暗好，是大家都個先發，我是開了是長一發也有，但試下有其他台灣從禮拜7月8月嗬，我到松風花卉行出去，行到推動去站，行推動去嗬，嗰度飄松風度推動。去到推動，我哋要嘛去到個寫生，該開幕展覽了，我哋到個寫生，和我們我哋有招權叫做蘭嶼語法。哇！你安慰咗我嗬，真堅咧，很幸福，下貼片嘅啲會所嗬，係這樣嘅嗬，我通晚為咗語法。係記錄下來嗬，係今日來到節目當中，我同大家介紹咧蕭如松老師嘅畫作啊嗬，就咧講嘅畫作啦嗬。其實呢，按堂年我知道蕭老師嘅影響動態，因為導見大家喺嚟當反映機，好當後期畫嘅東西，大家看是啲講動匠嗬，談講咧。
萧一琼先生有一个绰号，学生都会爱用喊机下，喊机嘛解。念起来冇叫好听，但係咧，你一只对伊嚟講吼，係只非常尊敬伊嘅心理吼，含出嚟只绰號啦。我吼大家因講客嘅吼，簽含嘢就小店。哦，用咪做得用喊先生嘅店啦。因為咧，你對伊嘅感觸非常非常很深。因為蕭老師吼上伊嘅課啊，尤其體育節、體育節，你係有一種名詞啦。應講公司管理、家庭管理、國家管理，還有只學校現在教師管理。哦，佢當重視是錯咧。佢係達到佢嘅教育嘅目標，嚇本有只效果。所以咧，第一堂網上課，呢都是唐英我本人來講，我嘅小店嘅小老師嚟嚇，好些人非常惡嘅嚇，非常惡。佢網絡教師嚟先到旁下咧，佢教師到二了咧。所以旁下水兩頭開了，但水咧溜到水溝去些腳底嘅射牆來，樣做得落啊！講到佢嘅教師咁做得，哎呦，喊到個到教師就看到機器人度面當，亦啲嗬，亦叫天挑起嚟，咁咪作燒喎，天挑，很多規矩哦，其實有當到嘅故事，嗬，等下節目倒轉去繼續同大家分享當神奇哦，當神奇。大家進到福氣來咧 ，Rita 邀請大家共下來欣賞，來喊下簽嚟來認識蕭一瓊先生兩個人，韓國佢嘅咧發作哦。今日來到節目當中係佢嘅兩個優秀嘅學生哦，一個咧擔任佢嘅發展委組嘅咧策展人，一個呢係由咧蕭老師佢嘅咧松風畫會嘅咧理事長哦。再次來歡迎兩位。係，今日兩個先生來到節目當中嗬，你哋來看蕭老師佢嘅繪畫風格嗬，同大家介紹一下好冇？哦，你現場是有兩種蕭先生嘅寫生嘅圖哈。哦，寫生。你係到應該從台山背向個五指山嗰邊看過去嘅風景哈，係為個是五指山啊，哈，心中五指山係一佛教嘅神體哈，嘅風景啊，當這樣風景啊，當這樣哈，還記得係差唔多秋天嘅哈，差唔多秋天到冷天哈，你期間嘅風景啊哈，所以今日發到是個樣。山是冇人暖槍嘅，個色度嘅。哦，所以俺看得出是係秋冬時節。係，呢個季節哈，佢蕭先生佢嘅圖示哦，佢掌握到佢嘅時間，還有季節哈，到時個色彩哈，佢個空氣嘅感覺，同埋是感覺係到啲土地嘅感覺，按亮亮嘅樣嘅呢。係呢。誒，按啲個碰樹啊、風啊，就係印花哈，個是到啲點綴啲地位，當中有帶啲溫暖嘅啲色彩到啲樣嘅。佢嘅做法呢，佢是講當有變化，唔係當場嘅寫圖，亦唔係當場寫線上嘅。見完全畫落去，佢有佢嘅造型度嘅，嚇，佢嘅色彩造型通常佢會注意到，像佢嘅筆法其實冇按真實上翕相嘅樣型，佢有比較寫意樣嘅感覺，誒，佢嘅筆觸下太下粗樣型啊，佢是攞啲風景簡化嚇，佢。畫圖誒有3個原則啦，哈，是最先是簡化，簡化線條，讓佢畫出來，是扁平的意思啊，哈，它嗰個構成哈，就像是個構圖嘅安排有蠻很表哈，我們也還有一個畫技，畫技是一種技法啦，佢啲3個原則啦，哈，用心來做，所以佢哋看佢個。幾隻色彩哈，通常當
当调和用品。嘿，伊有火，不过有一气声诶。虽然咧秋冬吼，后部看起来它比较冷调性，还温充。不过头先看起来它係用熱情，用熱情又溫暖多啲。哎，用要從線上咯，啲感應嚟風嘅係啊。所以你也是藝術家表現嘅方法。嚇，本人客到啲欣賞，其實會上到你嘅事情，哦，你嘅感覺。所以你係相關嘅一種嘅美術嘅表現式嘅用音。哦，你係寫生哦，寫生是客家嘅，後咧到你見識發出來有個人嘅變化。好係講大家要看到蕭老師嘅台北嘅作品，好有係係細膩。剛剛講到你筆觸係較粗嘅嘛，哈，較快速嘅。除了你水彩係蕭以邛先生佢種經典以外，聽講佢哋也係留有一部嘅版畫，你係當難得嘅嚇。我今年是要貼片帶來哈，你啊種是係蕭先生，你啊係留下來看得到嘅唯一嘅一種，你啊木刻嘅你啊。標個畫，係木刻版畫嗬，有冇？你係乜嘅畫？乜嘅畫？有豆莢。本意攤開。排成我植物學全冇買好啊！我本吼，我家攤但係牽牛花有冇上豆莢？我來攤你下東風嘅蝶豆花，凊彩攤嘅。哎呦，安慰啊！真緊哦！真緊是蝶豆花哈！真緊哦！嘿，你貼頭嘿。因為我看佢嘅髮型，我係嘟攤你下嘅時行，幫我攤到了。有樣。完全正確。蝶豆花會結豆莢。該你啊種係蕭先生去到左邊家下，佢看到嘅，家幾時啦佢畫下來，係可惜佢唔知按怎麼個畫，佢到切到個先佢也唔知，因為家下冇人風箱咧係只畫，係你下陣。當到風箱，當到日本料理機啊，又差唔多啲係。係，又係講食啲水為變色，天然的色素。蕭老師，我老你有緣分哦。我真緊咧，我係水開我安湯嘅。所以蕭老師哈，蕭先生哈，佢嘅眼光，80年前是看得到嘅。看到你下咧。佢看到咧，佢也為啦佢畫下來。所以咧當難得嘅，咧紫色嘅。也只是動像嘅一畫。其實蕭老師佢嘅作品啊，大家一定會看得到寫佢嘅水彩畫。好，當然啦，頭擺我有看關於佢嘅啲傳記啊，有寫講，因為頭擺啲水彩係容易取得。韓國呢，佢自己本身係先生，韓國佢係當圈劇嘅哦。好，所以佢取得講，你係顏料取得容易，佢有當好畫咩，也可以盡情的揮灑。不過版畫、油畫啲都是僅僅是係少留下來哈。伊個作品少，版畫到油畫好少，因為佢到家庭嘅關係，當時咧，伊係目前嘅建國中學，頭擺日本書台喺度台北州立體育中學，做得托個個學校是不簡單，不簡單哈。係，伊到伊強起嘅學生啊，就50台灣人，哎呦，強起嘅就50人。所以家爸對佢希望非常大，希望佢哋行業考醫生、考律師。40倍啦，係咪存錢還有前途？但係咧，佢冇介興趣，因為佢18歲，高中啱畢業後，佢就參加台央嘅發電實業線體育班。15歲已經參加台灣體育高水準啊，所以對佢非常大鼓勵。很強咯。其實堅持去考咧，有美術嘅學校，落家爸就鬧翻，佢咧大學地位有冇美術課、美術嘅課呢？是退咧吼，大亂退，考個初中畢業是考得咧師範學校，地位50千，有多少個實用簽吼，人用簽，佢呢有美術課呢，所以學無妹咧畢業以後是去做咧最辛苦嘅老師嘅工作，所以佢冇當到嘅金錢字眼吼，去用材油畫啦吼，又係雕刻方面，佢冇。就是用最便宜，像佢嘅字啊，你咪看，佢嘅畫作啲話要睇張四張要啊，嗰四張係佢
割出来，伊卖太太将啊煮来一个割一个发。哦，冻上钳，哎呀，很珍惜这样子。留下发卡片本来的学生。也没系哈。嘿。哎，所以您讲吼，其实时势造英雄。咱讲你有心，你是做在成功，你系成功是讲你追求一家梦想。那虽然讲环境冇允许，不过因为突然事态。坐育英才，养育两位的现场嘛，差无。韩国因为安阳人为安尼动台了水彩法的台视吼，了是有萧如松老师的名个，没因为安阳人嘛吼。哦，所以天然欣赏，该东西本身上教的时节吼，应该有当到神奇的事情吼。我想我两位有欠同，安尼来唱一下唱教有。线上教好，打成绩有一套标准的呀。那像刘副长在讲。东阳嘅啊，东阳跳吗？佢上课本来是东阳的哈，佢嘅打成绩哈，最先佢是规定，你落教室哦，要慢人落，要慢人错。哦，通常有规矩。哦，处长。处长係按標準。哦，按用做對啦。從量按什麼標準？總得騙。總得騙。總得用大字型哎呦。哦。處長咧。啱先人可能打叉。哎呦。啱先人扣分，佢冇講哦。所以老師當從是貴3年嘅品格嘅教育哈。哎呦，所以我想蕭老師佢即屆咧堅持吼，一切都見吼，幫學生安排嚴吼，聽出係大家當怎麼講崇拜他，好當敬重佢咪哈。還有簽同誒，你等下節目當中咧，其實咧讓大家分享到的，還有乜個秘密的哈，大家聊一下哦。来抽签咧，透过了抽签咧，很难认识小儿从线上哈。刚讲到线上营养条，过来看，俩肖老师佢还有乜个颜色啊？萧如松老师他钟爱铁灰色，用半英讲。佢小线上哈，佢动作是用咧铁灰色来做一切的东西。嘿，佢做嘅衫。哦，衫咪係鐵灰色。也係藍天，佢是國民領嗰種啊，嚇，按灰色嘅、灰色嘅嘅創衫，嗰衫是從日本先上咁樣啦。係啊。嗰種是咁樣嘅。咁熱天咪係做？熱天是ผ้嘅襯衫。襯衫，其實咧兩種衫。哎呦，一塵不染，哎呀，感覺誒。中央係，都有顏色嘅嚇，佢嘅用嘅東西，因為我哋。灰色的中間色調，係，佢為咗畫圖啊，呈現你嘅色彩哈，所以你背景襯托嘅色號是用啲灰色嚟比較協調，唔會搶到乜嘅白色啊，然後啲乜嘅東西通常，所以啲灰色嚟搶一隻原則。哦，所以講起來，佢哋咁樣講，雖然嚴條，不過佢本身。一方片的人，一方腦的人吼，哦，所以到佢後嘅生咪有關係哦。文昌啦，還主要也非常應講，你客家人嘅情節啦，謙謙。所以咧，像藍天師係寫佢做嘅創造嘅，或者寫嚟講國民領嘅衫嘛，嚇，應講國民服裝啦，嚇，越亮嘅，佢啲物切嚟咪掉一亮，你下看唔到咧啦，假嘅，白色嘅亮啊。啊，假嘅，假嘅，是只亮哦，用釘嚟要啊，釘個衫我袂得。咁你係咪有嘅領結嘛？個假兩件咪禮服咪咪用呢？假係亮咁，因為醫生翻嚟佢好後生啦，嗬，教授線上如果學生呢想，人呢就會去投資行啦，所以盡量省錢。只係唔啲佢家下教授或者佢發會達錢咁啲，所以非常省係個嘢都係啫，所以咧唔會太流行嘅。灰色、紅色、白色嘛。係安樣嘅。我發講呢，基本嘅呢，你要了解哈，蕭大師的優秀子弟兵，基本嘅咪係做灰色系嘅咧，你都要講好嘅。冇。陳喜老師安樣文聰，好做事情動人慢，安樣嘅方式。哎呦，
所以爱用有传导哈。哦，了解咧。所以呢，咧涉水会影响一家人嘅，像一家人嘅性格哈，佢会影响到去做事情嘅方式哈。好，过来笑一只，我当时我还都会了解有乜嘅神奇嘅事情。好，哎呦，很神奇，来上每熟考以前，先变数写海哦。韩国检查嘅工具，检查工具梗係做得了解啦。做乜去寫？你喺做乜去寫過呢？因為伊嘅教學啦，伊嘅性格啦是，你講底位吼，一點個個心肺也冇做唔得有嘅。動強力。動強力，伊嘅精神係昂，因為伊種時是受日本教育哈。哦。韓國到日本來講咧，在台灣來講咧，係普遍面嘅、視野面嘅種係學教嘅。嗯。嚇。伊小學讀文化嘅嘅小學，嚇小學教咩公學教啊？係啦，日本人上下嘅。哦。初中、高中是讀嘅嗰種學嘅係用嗰種，韓國係叫做新竹讀新竹師範。所以伊受到日本嘅教育咧，是按嗬，按你哋下人講嘅嗬，一絲不苟啦。係。嚇，一係一，二係二，兩係兩人，所以係上夜課咧。剛才我講過，腳係識射槍，海係射槍，用落去嚇。有冇講話哦？一點錢都要錯好啲哦。喺下課係些用手將嚟切架嚇，個鑿個손頭啊，掟個손頭咧，要小口要個垃圾沙咯，飲水用手帶人出去掉垃圾桶。哎呦，我知道你下應該唔係退行按用人咧，我要反正是咪很難強烈哈。哦，所以線上對於乜嘅事情是要求到下完美的身份教育。好，韓國咧最後一支簽到底做得本體教咧面試，小如松乜嘅呢？哦，你貼嘅。線上係送你的東西啊，送學生的東西。入畫室是送你竹筍。哦，考到太好送蘭花。要鼓勵大家講來親近藝術，來畫圖。韓國鼓勵大家讀書，對 Q 地師。你係送竹筍係真正做得識嚟咧竹筍哦。花嘅花圖。哦，嚟大家搞清楚哈，你係咪送真正嘅咧？竹筍，韓國送嘅一般嘅蘭花，線上物嘅東西呢是用幾個咧畫出來嘅圖來鼓勵大家。要含義啦，竹筍就按照變木啊，哈，一芒變新芒新竹，芒新菜，所以咧你以下落嘅葉發色，你一先講葉嘅舊發色啊，你講呢葉色嘅體質哈，咩特色要嘅哦，係，假如叫鐵槍，變一般啲嚟啊，像劉老師樣哈。佢係當時佢喺班體質命，每出體質命嘅，佢是受落一種葉色嘅體質。有啲人嚟嗬，有種葉色嚟嗬，你做咧教學線上蠻多，你做咧生落嘅發色，喺當時喺度嘅教學地位咧呢，是偏當，讀嘅學困。你係特權嘅呢？特權啊，所以叫葉色啦。哦。所以韓國係講考到大學，線上就有當歡喜，當鼓勵大家讀書，所以送大家去買蘭花。蘭花物以稀為貴啊，少啊，就當高中考得到大學冇叫山呢。哎呦，很好，線上都會鼓勵你，我就當感同時係基本嘅，你現場要擺咧，你係線上即家簽書寫係你係卡片哦，韓國你係小卡像書籤啊樣嘅，你係線上即家發送俾你哋嘅。所以你。講英國啫，你寫只功課哈，落線上佢會以前為會議，會議機是自家發，空前自家發。係，我喺呢個線上一貼嘅係講學生嘅結婚哈，佢咪冇去參加，不過佢聽咗祝福會到，佢是送佢嘅發。我是要啊！哎呀，梗係盡量要留下來。要保存。你啊簽誼嗬當場咧，都見佢兩屆你啊先生嗬對小如松老師咁樣嘅印象，當簽嘅事情。都講少，所有學生啊嗬，上到高中畢業有本小老師教過嘅啊嗬，你下邊大家同學都到。最多共通嘅記憶啊，全部是講小老師嘅是點上課嘅情況。佢最眼挑。提一隻上課聽挑咧，看呢啲嗬冇規矩，咪抄咪私下度跳講，我寫我喺度講嘅時，意思聽挑黑板人打一下衝衝，他咪戳樣。係，但是頁面呢是這樣，
雾面曝光上了，又殺氣，哎呦，怪怪。但係咧，天二飛鐵三飛上課些咧，依要話咧講到有笑法，我記得印象最深嘅咧哈，就把佢點名，張同學你是立早張，講過一樣哈。那你爸爸是軍人退伍嗎？哦，你是爸爸是軍人轉做警察，那你那個爸爸那個警察咧，是不是一條兩個？一條兩個。係啊，你條講1毛2、1毛3，一條條講一條兩個，2秒鐘一條，所以5升半唔會講了哦，3升半有冇？3升半有冇講哦？哦，我哋係用台先。哦，不一想一下，哇，大家笑出來，享受方面。哦，按到5升半，伊冇叫我下課些，就係向後轉起步走，搞些咧，個拄到壁嘅，有心臟冇含地頂。咁用嘅時候會衝標嘅。反正佢心臟走回嚟，咁就開玩笑。哎呦，蕭老師安定印象哦。所以睇個對印象非常深。啊，上節課一天半夜有東西好所得。係，所以大家生活動態哦，都見大家對現場反應係咪動情，因為有禮拜嘅展覽，韓國其實你係喺當地嘅規劃，為咗嚟進行其他嘅事情嘅。係要樣。了解咧，除了到台台藝人作為咧可以展嘅意識韓國主展覽場之外咧，哈，然後咧，你也當到個手臂哈，將蕭老師嚟發咧，體育館，去日本學拳，哈學拳，韓個一嚟啊，韓國機頭擺開始咧，希望嘅先生啊，哈，係日本人。所以咧，呢體育展咪實現日本，韓過了咧，去法國嘅巴黎啦，美國嘅紐約湖啊，嚇，去展啦，將世界咧，嚇，帶到將蕭先生嘅話咧，帶到世界，俾世界人來認識。哦，而係你台灣嘅驕傲。係，錯，係，所以分享大家禮拜喺台灣，呢個咧親近嚇，話劇，呢蕭如松老師嘅畫作，其實禮拜佢叫展覽，呢畫紙咪係當有特殊嘅啦，嚇，呢係呢魔造紙，來幫大家來當話劇來欣賞蕭老師他的筆觸，好，我咪希望講真嘅，呢台灣之光，台灣嘅驕傲本全世界國際當都看得到，尤其係呢客家人驕傲，係客家人啊，嗬，呢客家當優秀嘅，嗬，所以今日非常感謝兩位先生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呢咪哈拿來認識蕭如松老師一個有眼挑、有熱心嘅先生哦，呢國際嘅大使，今日再次感謝兩位。非常感謝所有朋友嘅收看，大家聽你先生繼續來做運動了，講嚟了，拜拜。拜拜。